台湾已经启动全面的监管，所有入境旅客拢需要居家隔离14天。即马逐工转来差不多有3、4千人，阮找到一个为香港转来需要居家隔离14天的上班族来听因的心声。您好，欢迎搭乘中华航空。COVID-19 epidemic prevention, except when having drinks or meals. 所有入境旅客入境后应居家检疫14天。现在在排防疫计程车，那其实蛮多人的。有发病，你们也会被隔离的。我们就是一定要隔离，主运气嘛。为一上无什么人的飞机迄刻开始，Derek 的心内其实真不安，因过伊有缘想要转去。庆幸自己还可以回来，当然还是会担心问回不来，回不来是一个问题。那另外一部分的话，其实也会担心说回来会不会在飞机上也会受到感染，这也是有可能的。卡特来找我了。Hello， 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。伫海外食头路人，转来台湾，拢依照规定居家检疫，唔敢出去。倒转来时物资只好靠朋友斗相共，才有到好好食一顿饭。不过境外移入的个案遮济，买烦恼是有可能的，但是就是看说每个人，就是这个可能靠每个人的自觉啊。然后还有说，因为武汉政府宣导其实确实蛮透彻的，我是不太担心台湾在上面会造成大规模的传染。随着我国人数返台呢，每天大约都有3、4千人左右入境。这些居家检疫的人呢，高峰可能会来到55000人到6万人之间。他们如果没办法像 Derek 这样有个适合检疫的空间，恐怕只能选择防疫旅馆。台北市第3间防疫旅馆伫金华地段，一暝要7500块，连住14暝要开超过10万，要不油完被订满，防疫当然要做较新。我们都是装好的餐盒，然后直接放在这个篮子内。防务人员手拢目镜拢挂好好，送餐收本数拢袂甲其他检疫的人客有接触到。房间内是独立的冷气，嘛提供多点互人客量体温。饭店内面的物件来食到位，嘛会使代买。不过，即马台北市现有4间防疫旅馆，多数拢被订满。其他转来台湾嘛，需要隔离的民众要安怎？针对现在防疫旅馆呢是供不应求，其实现在也有饭店业者是逆向操作，提供不一样的房型给居家检疫的家属们同住。那这边是您的房号。无人赶行李，倒来饭店大，将饭店当作厝，出来留予居家检疫的人混更较自在。我们在同居在同一个屋檐下，然后我们也想避开感染的问题，所以几经思考之后，我们就反而是我们出来住饭店。在这月初的时候，就有一些客人来问说，因为他们希望让家人可以安心在家里居家隔离，所以呢，他们有需求想要住饭店。发现原来现在防疫旅馆其实真的不足，那有些客人的确有这样的考量，所以我们才推出这样的一个专案。将安全留好亲人，台北君品酒店的大房专案雅迪客房原价是15000块，即马只要2500，等于是拍1.7折。台北金华酒店豪华客房原价是18700块，即马只要3800。即使旅馆价是8800房型，即马嘛只要1380块就会使住。这个专案拢需要住7天，用优惠的价效支持政府，嘛希望讲会使挽救大房论。谢谢。即摆要入饭店，毋但有红外线感应仪监测人客温度，人来人往的电梯按钮嘛都要好好消毒试过。每一个大柜房间用紫外线消毒30分钟。即摆台北市居家检疫者的亲人若住旅馆，卖补助7000块。随着转来台湾的民众愈来愈多，政府推出真济方案，嘛希望讲居家检疫的人应乖乖离厝来隔离，千万毋通拍拍走，变成防疫的漏洞。